Hello，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聽港式普通話。哇，你講得咁 hea 嘅你，港式普通話好啦，呢個係咩節目嚟嘅呢？咁其實呢，係一個完全由香港人編採，以香港人為對象嘅清談節目嚟嘅。咁入邊會有啲咩呢？時事笑料啊，或者係國際風雲，又或者係正經啲嘅政治經濟啊、文化藝術都有嘅。咁啊，暢遊大中華地區，有笑有學普通話咁啦。哦，原來係咁。咁其實呢，嚟緊都可能會請啲嘉賓嘅。咁啊，請啲嘉賓就唔知係咩人嚟嘅喎，大家要密切留意啦。係啦，咁啊，再介紹下我哋先啦。你係乜水嚟㗎？阿男仔聲。男仔聲我就係振堂啦。咁呢，就小弟就對語言啦、流行文化啦、政治時事都幾有興趣啦。咁就希望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同埋同大家主持一下節目。咁啊，希望大家唔會嫌悶啦。係啦，咁我呢，我就係女仔聲啊。女仔聲係咩？係邊個嚟嘅呢？咁我就叫爾雅，即係溫文爾雅嗰個爾雅啦。咁啊，呢個名係阿媽改嘅，大家唔需要諗太多啊。笑下好啦。係嚇，點解要笑嘅？我唔明。溫文爾雅咯。咩啊？九唔搭八，係啦。咁咧，咁今日有啲咩講呢？咁其實呢，主要呢就係、首先我哋就去一去片先。我真的覺得非常感謝每一個聽眾支持這一首歌，因為呢，我跟你說，這一首歌其實都已經是一段日子了，所以呢，而且還得了那麼多的成績，而且為我們在這個音樂方面也帶了好幾個獎，所以我們不是歌手的，所以呢，這個意義是特別的大啊。我們就是抱着一個趁熱鬧那個心情來的，而且就是來看秀。我看到那個哇，就是五光十色，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每一個歌手他們的表現真的非常非常好。那我自己覺得是我對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那我們不是歌手去拿這個獎，有一點不好意思呢。為什麼呢？真的，我們都是過路的嘛。現在給了我們真的非常感謝，真的，我真的要謝謝。這第一個要謝的就是我們的監製戚其義，因為呢，他就是整個天與地的進程都是他創作出來的。另外就是Paul，因為這首歌是他做的，他做得非常好。這個歌曲呢，這個詞呢也聽得非常好，而且就是還有啦，我們三個主角，我們都是演員來嘛，而且我們都是那個戲的這個主角，我們來唱歌，所以我覺得聽起來會更加有那種親切吧。所以真的非常感謝，我再一次謝謝每一個支持這首歌的朋友。係啦，咁其實睇頭先喺度播呢段片嘅時候，我自己笑咗好耐，但係大家聽唔到啦，當然因為匿埋咗。咁就係啦，呢段好明顯就係啱啱喺 YouTube，我哋想揾翻呢條片出嚟嘅時候，根本就唔使 search 嘅，其實，因為佢已經係最熱門啦。冇錯。咁啊，跟住落嚟呢，就會同大家再次逐 part 咁樣重溫啦。咁啊，首先嚟第一 part。我真的覺得非常感謝每一個聽眾支持這一首歌，因為呢，我跟你說，這一首歌其實都已經是一段日子了，所以呢，而且還得了那麼多的成績，而且為我們在這個音樂方面也帶了好幾個獎，所以我們不是歌手的，所以呢，這個意義是特別的大啊。好啦，咁就頭先大家聽唔聽得明陳豪講咩呢？大家相信都已經笑到攬住個肚碌咗落地 ，OFL 啦。係啦，就係好好笑。咁啊，講翻頭先啦，佢講話喂，真係好多謝大家支持。咁支持點講啊？振堂支持係支持，咁就睇下先。係啦，佢頭先係講咗做支持。類似係咁啦，係啦，咁就應該記住呢兩個字，支持呢兩個字呢，都係一個翹舌音嚟嘅。即係當然啦，有啲朋友就唔中意咁捲嚟，好似大陸，即係搞到好大陸咁樣。咁但係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音本身係要咁樣嘅，咁所以就要點都要翹舌少少噶啦。即係個所謂翹舌唔係真係話捲嚟嘅。只不過係條脷要剔上嚟少少咁嘅意思啫。咁補充下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就會覺得，即係大陸呢就會比較多係頭先講到話翹舌音啦，包括係豬出書呢啲。咁其實台灣方面呢就係比較
冇咁着重，但係都會有一少少嘅橋舌音聽到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就可能都未必咁聽得出啦。咁跟住又有日子喎，日子佢又點講啊？佢講咩 rules 啊定咩？我都唔識扮嘅。rules 啦，類似係咁啦。係啊，咁佢解釋下先。日子呢個字呢，就日子啦，咁個日字呢係橋舌音嚟嘅，即係大家見到英文字母 R 開始嘅。咁但係就唔需要好似英文咁樣咁捲脷嘅，都係好簡單咁樣條脷剔起少少就 O K 啊。咁至於係啦，至於個子字呢，個子字係平舌音嚟嘅，咁即是話呢條脷放平就得噶啦，咁就唔需要捲脷嘅，就係咁簡單啫。日子係啦。咁跟住又有佢話好多橙汁啊嘛。咁我相信佢有太多橙汁呢，返到屋企都飲唔晒嘅。係你做乜搞爛 gag 啊？咁咧就係啦，冇錯。佢頭先話即係你即係得到即係音樂方面又幾好啊，又得到幾好嘅橙汁。其實佢想講成績嘅，大家一睇字幕就知。有啲人係即係你俾着我咧，我就咁聽咧，我大概明佢講咩啦。但係我都要睇下字幕先知佢即係究竟係想講咩。咁就成績點講咧？應該橙汁真係咁係變咗橙汁。講下笑啫，咁啊，應該咧我就覺得佢咧就太點樣講啊？佢太真係好 typical 嘅香港人咧，會即係成日諗住普通話就係狂捲脷咁樣，咁啊其實唔係嘅，即係總係有啲唔使捲脷嘅音嘅。咁呢個成績呢兩個字咧，成字係要翹舌嘅，積字就唔使嘅，橙汁就係咁啫。係啦，咁就唔會講做變做橙汁啊，咁啊好嚇人啊！咁啊，但係有一樣嘢我要讚一讚阿陳豪啊。其實佢話佢音樂方面攞咗幾個獎咧，得了幾個獎啊，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即係呢個發音就十分標準，即係佢又冇講做自己獎喎。係咯，即係都幾好啊！呢個佢個獎咧，我覺得都講得幾好聽，獎係啦。好，跟住再去片。我們就是抱着一個趁熱鬧那個心情來的，而且就是來看秀。我看到那個哇，就是五光十色，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每一個歌手他們的表現真的非常非常好。那我自己覺得是我對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我們不是歌手去拿這個獎，有一點不好意思呢。為什麼呢？真的，我們都是過路的嘛。現在係啦。咁啊，頭先好明顯佢有大家聽唔聽到非常之熟悉嘅廣東話咧，即係粵語咧。例如有趁熱鬧啊，胡瓜啊，五光十色啊。係啦，即係佢真係唔識講。咁啊，今日就教翻大家講翻啦。咁但係趁熱鬧，我哋平時普通話唔會講，即係或者國語啦，就唔會講趁熱鬧啊。點講嘅咧？應該湊熱鬧。係啦，就係湊熱鬧，湊熱鬧。咁咧，大家就注意啦。咁有啲會捉得緊啲嘅就係熱鬧嘅鬧字係輕聲嘅，咁所以讀嘅時候唔需要讀湊熱鬧，但係就讀做湊熱鬧，咁就 OK 啦。因為輕聲咧，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北方人咧天氣凍啦，咁就唔想講嘢用咁多力，咁就懶咗就有輕聲嘅出現啦。既然係咁，所以就因為廣東即係中國南部比較天氣暖，所以就唔會有呢個問題發生。相信係咁啦。唔怪得我學普通話學得咁辛苦啦，即係廣東人學普通話學得咁辛苦。哇！你知唔知我記輕聲記到真係要背啊？嗰500幾個輕聲黐線噶。咁輕聲梗係南方人嚟講，因為都係講唔慣啦，咁所以好多都會有呢啲情況嘅。係啦，咁就再重複多一次俾大家啦。趁熱鬧，我哋講湊熱鬧。好，咁五光十色又點講呢？五光十色係啦，五光十色。咁最主要就提翻大家呢，顏色個色字呢唔使捲脷嘅，係啦，唔係奢，係啦，冇錯。咁就咁講，我哋平時講顏色都係啦，顏色都係清音嚟嘅，咁就好簡單啫。咁當然呢個色字可以配好多詞語嘅，咁啊，但係呢個係一個普通話節目，咁我哋就唔喺度繼續下文啦。研究個色字係嘛？咁跟住就落去印象啦。印象應該點講呢？佢頭先好似係講咗做先生咁上下嘅。係咯，真係太奇怪啦，實在。咁樣正確嘅讀法應該係點呢？印象係啦，讀印象咁就 OK 啦。咁啊，跟住係啦，佢話
咩現象很深刻係嘛？係啦，深刻就好奇怪，即係其實真係唔知佢點解會讀咗個由深刻變咗咗，做深學咯，一個學個學咯。真係好無厘頭啊！咁應該點講啊？深刻，深刻，咁就係啦，就唔大概係第二聲就係第四聲啊。係咁啊，第四聲補充下先，其實我都覺得呢，打字幕嗰位朋友實在十分之偉大。我都覺得佢好偉大，佢要估佢講咩，大佬真係好冇錯。繼續。給了我們真的非常感謝，真的，我真的有謝謝。這第一個要謝的就是我們的監製戚其義，因為呢，他就是整個天與地的進程都是他創作出來的。另外就是Paul，因為這首歌是他做的，他做得非常好。這個歌曲呢，這個詞呢也填得非常好，而且就是還有啦，我們三個主角，我們都是演員來嘛，而且我們都是那個戲的這個主角，我們來唱歌。所以我覺得聽起來會更加有那種親切吧，所以真的非常感謝，我再一次謝謝每一個支持這首歌的朋友。我唔得啊，越去到後段佢啲出錯越多，我覺得佢唔係，其實第二段你已經睇到佢咧係擺明就諗都唔想諗啊，直接講個廣東話出嚟，跟住去到後邊啱啱播呢段咧，佢真係太強勁啦，實在。咁啊，主要原因就係陳豪佢唔係接受緊 TVB 訪問，佢又唔講得廣東話，咁但係佢啲普通話又爛，咁結果就促成咗呢段到目前為止有差唔多12萬人睇過嘅一段。哇！我都睇咗幾次喎，你唔好講笑。我為咗做節目，唔好講笑。可能係為呢個影片又加咗幾個點擊率啦。係啊，可能我哋做完節目，大家又走去練多幾次咁樣。你唔好跟住佢嚟練，你跟住我哋練就得㗎。係。呢個係錯，佢係錯誤示範嚟嘅。係啊，咁啊，大家學翻個正確嘅先。首先啱啱佢講話要多謝監製啊嘛，係咪？咁啊監製咧，首先監字係監啦，個製字係製作嘅製，要翹舌嘅監製係啦。監製冇錯，咁啊，但係咧就唔好讀咗做知啊，或者係知啊，或者係讀咗其他音啦。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如果你要用英文串出嚟咧，就係 set H 開始嘅監製。好，跟住佢就話呢個整個天與地嘅精神都係佢作出。整個天與地嘅精神咧，精神係嘛？好，咁啊，首先講整個啦，應該係讀做整個。整個係啦，咁就呢個整字係翹舌音嚟嘅，整都係 set H 啊。如果大家係要用英文串出嚟嘅話，用拼音。咁啊，跟住就係有精神喎，精神咧就係精神。如果係講好精神奕奕嗰個精神，同埋個 spirit 嗰個精神，有一個係輕聲，有一個唔係輕聲喎，係嘛？係。如果你想講 spirits， 即係佢係一個名詞嚟嘅話呢，咁你應該讀做精神嘅。如果話人喂，你今日睇落去好精神，你看起來很精神，咁呢個情況一個形容詞呢，我哋就讀輕聲嘅。咁所以精神呢係有兩種讀法嘅。第一個讀法係輕聲，精神係 adjective 嚟嘅。咁但係話人哋黐線呢，普通話又唔講人哋神經，唔講人哋精神病，又講人哋神經病喎。咁啊呢個係有少少我哋廣東話同埋普通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啦。係啦，咁呢個精神嘅第二個讀法就係讀精神，咁啊讀第二聲嘅個神字，咁就係講緊一個 spirit，咁係一個 noun 嚟嘅。因為佢呢度講話天與地嘅精神呢，就相信都唔係講話好有朝氣咁啦。咁啊相信都係讀精神嗰個嘅。係啦，好，跟住咯，咁啊佢就話成個天與地嘅精神咧都係戚其義做出嚟嘅，創作出嚟嘅。咁創作應該點讀呢？創作係啦，咁其實咧佢你睇翻條片咧個字幕咧，佢就講佢就企圖想講創造嘅。咁咧就會同大家講翻啦，創造嘅話咧應該係讀做創造。咁其實咧佢就我諗可能陳豪唔係太識分企人邊嗰個造同埋餐艇仔嗰個造，係咪咁嘅？係咪咁呢？因為呢廣東話企喺邊做個故字，同埋餐廳仔做個告字呢，都係讀做，咁啊變咗就大家唔係太識分。咁但係喺語義上面佢哋係有分別嘅。係啦，咁就同大家解釋下啦。咁個企喺邊一個故字嗰個做呢，去 do something， 我中意用英文解，唔知點解，即係你去做一啲嘢呢，去 do 一啲嘢呢，咁呢個就係讀做做，係啦，咁啊 set you o 做。
咁但係如果你想講創造嘅造呢，原本一啲嘢唔存在，而你令到佢存在。冇錯，咁就應該係讀造。所以呢度呢，創造出嚟嘅話呢，咁我哋講做創造。咁但係佢呢度想講創作咁啊，創作咁樣啦。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又有咁啊，佢又講到話呢個年少無知呢隻歌曲喎。咁歌曲就係歌詞，佢頭先好似係講咗歌曲啦。係啦，咁啊唔怪佢嘅。啊都佢讀到個 QU 已經好好噶啦。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另外跟住就有講話詞填得好好啦。填詞係啊，即係個詞也填得很好啦。咁就唔係咁講嘅，填詞填咁啊，詞就係詞，係啦，咁就好簡單嘅啫。咁兩個都唔使捲嚟，唔使搞咁多嘢，大家唔好將啲嘢複雜化。好，跟住呢個呢就。呢個就要解下主角呢兩個字，有段故啦。咁啊，先講主角之前呢，就講咗角色先。咁啊，相信大家睇節目呢，都會聽到有人講角色，有人講角色。咁啊，好似咦喂，咁邊個先啱啊？咁大陸普通話呢，就係跟角色，台灣呢，仲係講緊角色，因為兩邊唔同嘅關係啦。咁但係大陸而家有時有啲人都會唔知點解講咗角色，咁結果就直接影響埋陳豪講咗做主角啊，主角係啦。咁如果跟大陸嘅普通話如果跟國語呢，主角應該係冇問題嘅，但係跟應該主角啊嘛，係咪好啲啊？跟台灣係就係唔係跟角係啊。如果係跟大陸就係角，咁所以跟大陸呢，就應該講主角。係啦，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只不過你去考試呢，就唔好咁冇所謂。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即係嗰陣時要考大陸嘅試呢，咁你一定要講翻主角嘅。因為台灣好似到而家為止，我都唔見佢有一個考國語嘅事咯，我見唔到咯。即係直情係你連用注音符號嘅機會都冇，咁基本上就係，所以台灣國語而家基本上都係淨係得台灣自己講。係嘛？好，跟住最後一個更加，唉，救命，更渣。更渣喎，咁係啦，要話翻俾大家聽，唔係咁讀嘅，個加字應該係 G 啊。咁如果你用英文串翻出嚟咧，JIA 啦，咁即係話中間有個 I 字嘅，即係話中間要有個 E 音，要經過一個 G 啊嘅 G 啊加啦，咁就要有係啦，咁就要有呢個經過呢個介音嘅係啦。咁啊字就講完啦，同大家研究下究竟今日就提過啲乜嘢啦。咁啊支持啦，支持。日子日子，成績成績，趁熱鬧，咁我哋普通話講做湊熱鬧。五光十色，五光十色，印象印象，深刻深刻。咁跟住呢，就有監製監製，整個精神創作歌曲歌曲。填詞，主角，如果跟大陸就係主角，更加就係更加啦。係啦，咁就好，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次會有啲咩預告呢？下一集唔知會唔會有嘉賓呢？我都唔知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下啦。咁就係咁先啦，拜拜。拜拜。